有肚腩唔係小問題，唔理隨時慢性病纏身。嗱，我經常咧都會出席好多唔同嘅活動啦，咁兼顧司儀工作啦、做綜藝啦，又要拍戲啦，成日都唔夠時間休息㗎，亦都食冇定時，咁仲經常食埋啲高糖啊、高鹽啊、高脂嘅食物，又少做運動啦，內臟脂肪咧好容易係越積越厚㗎。咁好多人以為內臟脂肪收埋睇唔到啦，其實大肚腩咧好多時係喺內臟脂肪造成㗎。內臟脂肪其實係好多慢性疾病，例如三高同埋心血管問題嘅元兇嚟嘅，直接危害自己嘅健康。所以唔好以為肚腩大咗，只係條褲換大一個碼咁簡單。如果唔理嘅話咧，好容易百病纏身嘅。醫生話咧，40歲之後，無論男女，身形肥瘦咧係因為代謝變慢咗，脂肪容易積聚，尤其喺肚腩度啦，積下就有中央肥胖啦，甚至影響心血管。如果一直唔理，仲會引致嚴重嘅慢性疾病同埋突發心臟危機。想當年咧，我都冇諗過自己38歲就要通波仔㗎。咁好在呢7年嚟咧，我一直都有食樂道37，三高指數咧 keep 住靚仔之餘咧，仲減埋個內臟脂肪，個肚腩咧都細咗好多嘅。中醫對症心血管問題同埋抗三高咧，就會用臨床藥材37，有400年臨床應用歷史。樂道37仲有雙大學臨床實證雙功效，91% 有效減內臟脂肪，69% 有效掃走血管垃圾，身體內垃圾肥油減少，肚腩細咗，行路都輕鬆咗。平時照顧小朋友，少不免都要陪佢哋食甜嘢啦，或者煎炸嘢。過咗40歲，代謝慢咗，血管好容易積聚肥油、垃圾，條士啤呔都現晒形。所以我而家都有 keep 住食樂道37，keep 住幫血管掃走垃圾，同時減低內臟脂肪，肚腩都細咗，仲有血管暢通咗。好多人都話我面色好咗。我亦都會將樂道37超細粉加入碗湯度，一家人一齊飲，大人細路都啱㗎。要食就要食最好，市面上有複方產品成分太複雜，例如加咗山楂啊、丹參等等啦，咁唔係個個人都適合食㗎，尤其係胃寒人士咧，食咗可能個胃會好唔舒服，真係唔適合長期食用，加上冇臨床測試，功效存疑嘅。中醫建議食最少含有90% 嘅37產品。37本身性質唔寒唔燥，唔會上火，唔會傷腸胃，男女老幼都啱食。樂道37選用地道民生嘅37活性成分，早今為市場上同類型保健產品最高，功效自然超卓啦。樂道37樣樣都係第一，又有本港雙大學臨床實證，雙功效減肚腩、減內臟脂肪、通血管、降三高，用家見證，市場暢銷16年，資訊知證，我全家都揀樂道37。